来看婚姻的消息，为了好性侵的受害者会使得到更加大心的服务，嘛保护受害者的隐私。婚姻关政府伫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病院设立性侵害这个受害者一站式服务，将这个验伤、笔录、心理治疗等等的流程整合伫同一个所在，希望讲会使减少重复说明的案情对受害者造成伤害。 大家把视野透开，代表北港妈祖病院性侵害服务站正式启动。这是婚姻关第3个服务站，嘛是海线地区头一个所在，希望当甲受害者斗3工。这个服务包括验伤、笔录、心理治疗，病院除了整合这个服务，嘛提供保护空间，希望当减轻受害者所受的伤害。那这个设置的空间里头，除了这个一个温馨谈话的空间之外， 还利用了一个妇产科的一个诊间，可以做有效的验伤采证。面对性侵害案件，服务站希望当降低警察收集证据所造成的二次伤害。院方嘛讲，虽然病院有这种服务，不过嘛是希望会当卖去用到。希望这事情性侵不要发生。希望服务站的设立会当让受害者得到上好的照顾。 电子产品即马真时行，加上呢疫情关系，这个线顶上课因素，好一寡小学生提早去用手机加电脑，增加用目睭的负担。为了提醒学生一定要重视目睭保健的观念，这个教育局结合这戏曲剧团，顺利校园去宣导，让大家了解保护目睭的重要性。 这摆府城插头红仔剧团特别打造大型的布袋戏红仔，就是因为即摆学生提早用手机和电脑，目睭开始受到影响，所以台南市教育局和剧团合作，巡回各小15场。即摆来到一再各小，用生命的故事、灭妖失败经验的剧情来宣导。 保护目睭的重要性。这个偶戏的一个表演哦，好让囡仔让丁义工从这个戏剧当中去了解这个视力保健的重要。台南市学校的健康课结合本土教育的宣导，学生的视力无好的比率，国中72.5%，国小43.9%，拢比全国的平均更加低。当然，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定期追踪，保护囡仔健康。 生生不息，宏观视野，我是申宏。想要看体育新闻，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赶快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哦。